大陆冷气团影响台湾，今仔日到拜五透早上寒，可能干那8度，落雪量也会较侪。针对总统单休案审查会，总统府表示，立法院无权通质询总统，所以热情着确定地去。美国总统川普即前满一冬点名台积电投资是真重要的政绩，去世界经济论坛会来超越格陵兰的议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日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即马强烈大陆冷气团当咧影响台湾，气象署是预计上寒的时间点，就是今仔日一直到拜五的透早，而且北部较看空的所在，也有金门、马祖呢，甚至是有可能干那剩8度尔。那专家也提醒讲，这波冷气团这强度呢是比预计还阁较强，也就是讲这落雪量嘛有可能较侪。透早起床，真侪民众已经感觉真寒。拜三台南以北甲宜兰的气温达到12度，其中连江、东引上低干那7.3度。本岛方面，云林高溪8.9度，新北石门9.2度。气象署预估上寒的时间点，就是今仔日到拜五的透早。北部的空旷地区甲金门、马祖暗时可能会降到8度。我们也不排除有些空旷地方。包括了金门跟马祖，还有北部的空旷地区，可能会有下探8度到9度的温度出现。而其他地方的话，温度呢也是比较偏低，在中南部的内陆、近山区也可能会有10度左右的低温发生。气象专家林德文提醒讲，这一波强烈的大陆冷气团的强度，比按算的更较强淡薄，地势雪线的标准会更有加，降雪范围比进前扩大，降雪量也比进前预估会更较侪。北部宜兰地区2000公尺的关山，还有中部花莲地区3000公尺的关山，拢会落淡薄仔雪，或者是地面可能会结冰。下雪的范围可能还会再更加的扩大。那第二个，下雪的量会比原先的预估还要来得多。那第三个，从今天开始到1月23号的清晨，它的冷的形态不是早晚冷，它是整天都冷。气象署提醒，这波冷气团影响期间，唔那是透早甲暗时较冷尔，日时也是寒寒。到拜五水气渐渐减少，拜六温度就会开始明显升悬。不过真紧到下礼拜2，又会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地区温度又会下降。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即马这强烈大陆冷气团落南，各地天气是安尼寒死死，所以农作物嘛爱注意保暖啊。即阵啊，这彰化地区呢，坡道拄啊好咧布艺发演，所以农民是赶紧来加强防旱的措施。就惊这坡道生意呢，会去伤到，颠倒影响到收成。农民拍开抽水机，过几远开始喷水，就是要来保持土壤的温度。即阵当是中华葡萄的布季期，但是拄到强烈大陆冷气团落南，天气明显变寒，农民都惊葡萄若发生炎会冻伤，赶紧加强防护措施。就烦恼讲会寒，葡萄会寒到会受伤安尼，啊，个若无水，我就无水葡萄啊。即摆的状态就是像个棉仔丸，芽包的所在小可有绒毛状。这时呢表示伊当要爆出来，这时伊是遮脆弱，伊会冻伤无就是规个会打起，地下水的温度较悬，会抽起来做一个保温层。高农表示，去年是开花期拄到低温，葡萄花冻伤变石头花，损失大约3成。若即阵是葡萄发生炎的时阵，共款惊低温冻伤，因特别加强防护措施，喷营养剂，抽地下水调节温度。但是农改场嘛提醒，若抽地下水保温，水量千万毋通伤济。是建议讲水是拄啊好就好啊，你这是抽啊，伊会起一寡热头嘛吼，抽地下水起来，规个喷甲规个高面拢甜啊，水伤多暗时搁冷，迄水就冰冰，就愈严重啊。若讲较长远的规划，就使用迄个设施嘛。根据气象预报，拜三开始到拜五是这波冷气团上强的时阵。除了葡萄布价爱注意低温，农改场表示，中华以南的一期稻作，还有较惊寒的菜色、果子，麦当利用塑胶布也是稻草含来保温，做好相关的预防措施。记者杨淑静中华报道。而这台湾即马是寒死死，也若这落雪啊远东地区呢是拄到60冬来上界严重的大风雪，有人一楼呢是拢待伫咧雪内底。科学家表示讲，有可能就是气候变迁影响到北极气流的这个模式所造成的。
大路两边的细坎加数公尺悬，踩伫路边的交通灯号，即马线变作是落地看板，附近徛家一楼变作是地下室，居民出入就要先挖出一条路。停伫后院的汽车嘛已经互大细砍掉。Having snow in the winter is not unusual, but having it as far south is a bit unusual, and having it so frequently is unusual. In eastern Siberia, there is so much snow, which is also the amount of snow has never happened before, most likely related to climate change. 这是勘察者半岛60年来落上侪细一届。根据气象站资料，1月顶半月部分地区落雪超过2公尺悬，也若12月是3.7公尺悬。这波冬季强烈寒流扫去到亚洲、东西比利亚和欧洲，可能是气候变迁影响北极气流有牵连。Arctic is warming like, twice as fast or even faster than the rest of the globe. This is the reason why the temperature structure of the entire atmosphere is changing because of climate change. 这波寒流唔但拍乱勘察者半岛的交通，中国有部分地区封路，日本有部分航班慢飞，罗西亚远东地区交通、公共服务拢受到影响。佮发生有厝顶绑落地死人的案件，救援人员拍拼乌西甲受困的时代救出来。官方预测讲，这波大雪会落到1月26日，上惊就是雪来温度回升，雪扬起放起，佮再造成意外。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佮等来看这台南市中西区呢，昨下晡的时阵是发生这路面凹坑的事件。工务局本地伫昨暗已经甲补好势，结果呢，今仔日又搁凹一坑去，甚至有大货车嘛安尼载落。其实这单呢，伫2冬以来上无已经有4届拢是这路面凹落的事件。工务局是表示讲，目前要搁咧调查原因。对咧徛个骹步因哪行哪记这等咧修补的路边，即阵伊想起昨昏，也是心惊惊。但是五花街往西门路路口，就伫这林家厝头前，向出现7公尺长、1.5公尺宽、将近2.5公尺深的凹坑，互附近民众拢带一条，赶紧报警。黎明昨打补好势尔，透早搁一台大货车载落去，住户讲连厝的涂骹嘛出现壁损，嘛烦恼厝敢会受影响。砂石车开进来就。手骨掉下去了，就这样子，我已经没有办法做生意了，然后现在又走这一块。这拢有别啊！你无甲看，迄规个山，迄规个啊。这件代志都发生伫20日下晡2点外，这回嘛并唔是头解。经过了解，这单2冬来发生上无4届路面凹落去的事件。准年3月是附近的建设工地施工，造成15公尺长、5公尺宽坑，甚至当时搁一台小货车落落去。那去年7月嘛有，就打屯线尔，到打游玩刚一段路，搁发生路基无稳，安全疑虑嘛引起关注。再拢爱装乌装屯啊，做这该处理你也唔甲对，啊伊即摆。落遮补遮，落遮补遮，安尼就唔对啊！哈。公务局获报后，紧急协调厂商到场灌浆回填，以稳固路基，保护旁边民宅。至于坑洞发生原因，目前在调查厘清，找到原因后将尽速处理。工务局回应，伫昨暝已经紧急调厂商来管阿门头稳定地基，兼有参自来水公司甲其他管线单位会检查地下管线状况，搁进一步甲问题找出来。那在地居民就发声，要求爱加强巡查，确保附近住户甲用路人的安全。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同款是伫咧台南来看这关庙的南向路段呢，即马是当咧混垮，也毋过昨所有人安尼接煞泥残。民众是指出讲，这施工的路段呢，漂石是这路边的草坡，而且工地嘛无围窄，才互人看袂清，全安尼直直徛入去工地内底。啊，那工程单位呢是回应讲，其实现场是有设这警示灯，应该是乌托摆徛上紧，才致使意外，后手会交互警方来处理。半暝有几只机车伫路上咧徛，拄越过路向变甲坎坎坷坷，致使头前的机车刹车，并且牵连到后边的机车，拢摔伫涂骹，徛伫后边的人，佮因为安尼摔断手。清晨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起雾，看过去就像是一条路，就以为可能是稍微没有路灯，栅栏是没有拉起来的，我们就直接骑进去。如果它有拉起来，我们有那个颜色，应该就可能刹得下来。骑进去之后，因为地上都是沙，就开始打滑。透早5点外，监视器翕到4只机车徛入去地南关庙，当咧道路混快的南向路段，了后就小连续刹车。民众指控施工路段暗时无明显的警示灯，工地虽然有烂早煞无围起来，敢若靠电火条仔光，工地看起来就亲像道路同款，徛入去到处倒。疑似施工单位安全设施不当，且天色昏暗，
导致4辆机车不慎发生交通事故，4名驾驶人受伤。经查，驾驶人酒测值均为0。两次了。2次很久了吗？最近。也是最近。1个月以内。1个月以内。然后他还是没有拉起来。没有啊。工地人员表示，刹车的事故不是第一站，转来事故的路段，现场虽然有道路施工的标志，车的方向却是面对路边的草啊。现在工程单位回应现场有警示灯箱，认为是机车开上紧，这是事故的主要原因。道路施工就是会有反光贴，而且我在路口上我还有一个灯箱哦，它没有顺着那个箭头的方向，它直接冲进去，而且我那边都有斑马线有改道，你要顺这个斑马线绕过去哦，你是直接冲进去有工地哦。工程单位甲刹车的民众个人讲个人的，因为刹车的民众已经报警，工程单位表示后续交由警方甲相关的单位理清调书的责任。国视新闻参报道。另外来看这桩家庭悲剧，这是发生在台中的大甲，有一个姓陈的查某人，去年9月，互人发现是死伫厝内。即马经过调查发现，就是因老母长期甲关起来，安尼甲饿死的。检方侦查终结，这个老母呢是以甲人虐待到死的罪嫌提起公诉。因为伊的老爸是假做毋知，所以是以帮助家人私刑拘禁的罪嫌该起诉。去年9月，台中大甲一个姓陈的女子伫厝内死亡，伊的爸母涉嫌拘禁虐待。检方调查，姓陈的女子2023年1月，互因老母强迫自高中休学，该关一个厝内1楼房间的浴间内，佫限制伊食饭的量，造成伊营养不良。到去年9月2日，因老母发现查某囝无食饭，也无甲伊详细看，就认为已经死亡，无甲伊救，也无送病院。一直到2月透早，因老母才发现。查某囝死伫咧房间的浴间内，因老爸伫7点报案。死者被发现时阵，规个人3皮疤，身躯拢扭皮，因为无啥食，营养不良，体重只敢若剩30公斤。占信被告所为，系犯刑法之私刑拘禁7日以上，且施以凌虐致死罪嫌，依国民法官法规定提起公诉，令死者父亲陈姓被告所为，系犯刑法之帮助加重私刑拘禁罪嫌。依通常程序提起公诉。检方20侦查终结，死陈的女子爸母拢被提起公诉。地检也裁定做老母的继续羁押。教育团体讲，死者被迫休学了，佫被拘禁，但是拢无人发现，表示教育安全网出问题。如果学校的老师知道，一个家庭有一些状况，好，或者是孩子有异样的时候，其实他可以做社政通报啊，让社会局进来。让社工进来做家访，学校单位、教育单位他没有进行任何通报的时候，社政单位的资源是进不来的。人本基金会讲，高中学业若是无完成，就会建立国教署的中立性系统，当地的教育一个社政单位会当会同警方追踪。这件案件可能是学校无通报，权责单位也无确实执行。社会团体讲，亲子之间的互动沟通，应该将囡仔看作是一个完整独立的个体。如果我们没有太把孩子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的时候，父母亲很容易误以为这个关心管教的部分是为了孩子好，但这个部分它就有可能会让我们的一个处理已经超出了适合的范围，而我们可能没有发现。立宪基金会认为，父母无应该将囡仔当作是附属品，也无应该用威权的方式来管教。也若厝内其他的人，若是对过度管教，或者是步调拢无作为，也顶同是加害者，对囡仔会造成救袂大的伤害。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这技校人员呢，毋是公务员，所以是无免费的健康检查。即马为着要照顾这辛苦的技校，新竹市今年是本预算要互500个技校呢，一个人3000个的健康检查的这个补助金，而且按算以后，逐档拢会来举办。火灾现场，粪扫场着火烧，拍火时定拢会看到技校协助消防队拍火。为了照顾技校，新竹市宣布对今年开始要提供技校一人1年3500块的健康检查补助。火场内底有个火，烟浓足大的，对细部了细过健康原来有差，所以
有这个福利是真好。能够透过这样子一个非6都最高的义消健检补助，能够让我们的义消同仁呢，跟我们消防同仁在第一线打火抢救或者紧急救护的时候呢，他们也能够照顾到自己的身体，然后能够有就是很好的健康来保护我们所有新竹市民的财产跟安全。医生指出，义消人员定出入火灾现场，有时会因为吸入浓烟，也是有害气体，增加对肺部伤害的风险，所以定期健康检查对因来讲是真重要的代志。像肺部因为火场比较容易有一些状况啊，比如说呛到什么哈，甚至像因为这是靠近园区，园区里面有很多特殊的化学材料，以一个肺为主轴，但事实上我们在肺癌的筛检会看到其他，包括心血管的疾病，包括它的一些营养啊。市府目找病院合作，让记者会当利用3500的补助，有所在做健康检查，让记者会当掌握家己的身体状况，安心投入救灾的工作。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即马考公职的人呢是愈来愈少啊。根据统计，去年这高考呢是敢若剩32000多人，也那普考的人数呢是25000多人。嘛，因为政府这几年来呢是有扩大这录取的规模，所以高普考呢录取的几率也出现30年来的新高纪录。台北车头附近的南洋街，过去人拢讲是补习街，即马工课场环境的变化，加上少子化的冲击，即马补习班已经愈来愈少。对国家考试补习班的扛棒，连管大普考起薪要43000，高考55000。不过伫少年人的目睭内是无啥吸引力。我个人是已经决定以后要做什么了，所以还好。我从以前到现在走的科系不是这个，所以我不确定我现在转正法道会不会有点太临时了。根据考选部的统计，高考报名的人数为2016年开始减少，去年敢若32327个人。普考的人数更较少，敢若剩25380个人。报名来考的热度确实是明显降低。不过因为政府扩大录取的规模，录取率颠倒增加，去年更加是创下30年来的新高。高考的录取率拉悬到22.89%，普考嘛有19.35%。不过公告团体烦恼讲，医疗的人才无愿意入去到政府的单位，对国家的发展并不是好代志。那我对你政府的这个过去一再这个要照顾公教人员这样的承诺，其实也都打破了哈，让这心理的契约也被破坏了。所以我觉得除了在这个物质条件之外哈，心理的向心、制度的信赖都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养老的安全也受到影响嘛，但是整体氛围、社会氛围又认为他比如说他是米虫，负面的形象出现，所以大家不愿意来，年轻人不愿意来。考选部分析这10年来高普考，讲科技业、金融业等等的产业是真发展，民间的工课选择更加多元，影响大家来考的意愿。不过高世南认为讲，公务人员福利甲太旧求水，还有对政府无信任，拢是造成来考人数减少的原因。李来希认为讲，应该提高社会地位，让民众感觉做公务人员是一件公营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这是大人甲厝抵押互银行，逐个月拨钱来养老，安尼钱到底敢有够用呢？根据这金管会去年的统计，国内呢16间银行累积这核准贷款的案件数是10000多件，金额是605亿，这是创下用厝养老开办10档以来新高的纪录。今年68岁周小姐住伫咧台北市，甲因人住伫咧1楼的病房，怎么因想要做养老规划？周小姐有家己的想法。我听很多婆婆妈妈在讲，不能养儿防老了，还是房子养老比较好。有的利率太高划不来，我干脆把房子卖掉，去租小套房，这样比较安心。以房养老就是厝主甲家己的厝设定抵押互银行，银行减价了会估算放款的额度，依照设定的年限，逐个月拨钱互厝主。根据金管会统计，去年以房养老16件个人累积的核贷案件10340件，核贷额度605亿，全年新增加1359件，新增加额度96亿，总2015年开办以来10年的新高。承办的华南银行讲，114年比113年新增加的案件也个额度800件上多。有一些医疗，然后就是像要住安养院，我们都设想好了，这个情况下我们就会用以房养老。我们现在仅有的财产，以后也是留给下一代，20-30年之后还是给银行收去的话，我就又不大理想。房地产的价值有增高，然后再加上银行的加强宣导，
还有年长者对于资产国化它的接受度比较高。咱实际算看卖，若是一个60岁四大人，有一间2000万的厝，甲银行贷款30年，利息2%来算，贷款了第一个月会当领33000左右。过来就因为贷款利息增加，实际领到的金额会愈来愈少。到第15年，就是第182个月开始，实际领到差不多23000，一直到30年结束。可能呢，在90岁到120岁的这段时间，其实这个已经超过了给付养老的给付的年限，那可能你就另外还需要去规划一下你退休之后的资金调配了。专家讲，以房养老，银行会收利息，利息是会对每个月拨你的钱内面扣。等于讲，四大人逐个月领到的钱，可能会比有期较少一寡。讲是是毋是有够用，可能要斟酌小算一下。记者综合报道。经济的消息来看，这美国总统川普呢，伊是讲要对这欧洲国家加扣关税，结果煞互美国4大指数全部拢收乌。那台股呢，今仔日盘中也盘超过300点，其中这台积电呢上加是盘到1740块。也毋过专家煞认为讲，其实台股今年呢，也是有可能会创下新的高点。为了要争取对个人难的控制权，美国总统川普在一边昂声讲要对欧洲国家加扣关税，影响美国股市4大指数，拜日从3个月来上大单日盘爆。台积电 ADR 重盘4.45%，拖累台股以31749点开盘，虽然盘中不迂回，也过尾也过盘，不盘到31394点，盘超过300点。欧洲的一个关税问题对于亚洲的影响相对有限啊，因为这无关日韩台对美的一个这个出口，所以今天呢在早盘的时候呢，指数的一个部分开低之后，旋即就往上拉，很多中小型的一个个股，特别是在电子中小型股走势依旧是相当的强势。关系台股强势，宽达股台积电开盘1745块，早盘上加盘35块到1740块。其他亲像鸿海、广达、拢盘，专家讲，虽然这礼拜台股可能受到地缘政治因素干扰，第三可能出现起起落落，也无就趋势来看，影响无大。因为身为所有科技业者上顶楼的台积电，伫10个月发出放出今年业绩正好的信息，相关供应链业绩也第好。若是后礼拜美国大科技股放出袂歹的财报信息，美国股市就会较稳定。短线上的话，就是地缘政治加乖离过大，跟月底的这个美国政府关门的风险可能会引发波动。就指数的支撑上来讲的话，我们认为3万点会支撑性会非常之大。专家认为 AI 热潮也个继续带动科技产业结构性升级，美股加台股拢有支撑。因若民众是毋是有法度甲股票摸过年，恐惊就要过观察，股市的形势就要到1月底才会较确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美国总统川普呢，伊执政已经满1冬的时间啊，伊是来盘点家己施政的成果。这当中有点名这台积电伫美国扩大投资，就是伊真重要的政绩。另外，这川普呢也要去到瑞士来参加世界经济论坛，格陵兰就会是这届谈判的主要目标。Look, we have the hott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甲日头高高的资料设伫涂骹，美国总统川普伫就职1周年的记者会顶头，用戏剧性的动作展示口中无人对得到的施政成果。川普手中的这本成绩单详细列出伊过去1冬伫军事、边境管制甲经济上的各项功劳，已经甲夸口家己敢若用1冬的时间就完成其他的总统规个任期拢做袂到的代志。I think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what I'm going to be speaking about is the tremendous success that we've had in 1 year. I didn't think we could do it this fast. Think of it, it's just now 12 months, and, you know, I say it often, we have the most successful country in the world. 在经济表现方面，川普除了强调通货膨胀消息、贸易逆差大幅缩减以外，更加将台积电伫亚利桑那州的扩大投资甲量产，看作是制造业回流的关键指标。伊表示，透过关税甲单破抢单，毋但互汽车大厂取消关厂计划，更加成功互全球顶尖的半导体供应链伫美国落地生根，创造毋捌有的经济盈景。早这份成绩单，川普随启程前往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 WEF。伊无禁起来表示，此行上重要任务就是甲各国领袖举行小连续的会议，全力推动收购格陵兰的计划。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提议伫巴黎举行 G7 紧急会议来缓和局势，川普断然拒绝，甚至来口说讲马克龙的总统地位恐惊已经真危险。
Because Emmanuel's not going to be there very long, and there's no longevity there. He's a friend of mine. He's a nice guy. I like Macron, but he's not going to be there very much longer, as you know. 川普强势重返国际舞台，为台积电的晶片战略，到继承咱的领土野心，美国优先的政策一定会搁伫打输引起新一波的地缘政治硝烟。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再来看法国总统马克宏呢，是伫个世界经济论坛来发表演说，针对着这美国总统川普要摕格陵兰的主权用关税来威胁欧洲国家，马克宏是表示讲会大硬来捍卫主权甲法治。法国总统马克宏因为目睭各样挂乌目镜周台，伊伫达沃斯论坛针对美国总统川普对格陵兰野心谴责时，互所谓帝国主义野心，指责美国想要削弱欧洲，各将欧洲放伫附属的地位。But we do prefer respect to bullies. We do prefer science to plotism, and we do prefer rule of law to brutality. You're welcome in Europe, and you are more than welcome to France. Faced with the brutalization of the world, France and Europe must defend an effective multilateralism. 法国葡萄酒输往美国关税大约15%。法国当油税降到0，川普因为法国拒绝加入美国的格陵兰立场，签请要对法国葡萄酒甲香槟扣200%的关税，当作报复施压。马克宏认为全球特殊转向无法治世界甲最强者发挥主导，认为无应该被动接受强权，应该排除附庸化。伊也特别提到法国参与格陵兰岛。Without threatening anyone, but just supporting an ally and another European country, Denmark. 川普20日社群媒体打出马克宏书信截图，马克宏提议22日法国举行的7大工业国会议，会当邀请罗西亚、乌克兰单位到峰会周边。佢表示，伫叙利亚议题上意见共款，伫伊朗议题上会当同齐成就大代志。唔捌川普伫格陵兰议题上的作为，川普并无透露家己回复内容。路透社引用马克宏亲近人士消息来源，表示川普发布的信息内容是真的。公司新闻吴伟廉编译。英国政府有批准中国伫伦敦来起一间全欧洲规模上介大的中国大使馆。官方是表示讲，目前呢已经采取行动来加强这周围的电缆，也佮有资料的防护。也毋过呢，真侪在地人也佮有人权团体，也是继续惊着街头抗议。历史久长的前英国皇家储备厂附近，就是伦敦重要金融中心。即马这片土地拍算要互中国来做全欧洲上大间的大使馆。包括当地居民、国会议员、人权团体拢大声发反对。不过，英国政府有关系同意，由安全事务国务大臣贾维斯亲身去到国会说明政府的立场。We have acted to increase the resilience of cables in the area through an extensive series of measures to protect sensitive data. 这片土地下有英国关键地下电缆甲电信设备，可能造成机密资料泄露。贾维斯说明已经加强防护机制，也强调讲，当今的外交现实需要共同来面对。Whilst there are those who have, and no doubt continue to have concerns about this embassy, it is a fundamental and normal par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at countries agree to establish embassies in each other's capitals. 英国民众抗议用小型维尼提千里镜的图来敲击中国监控，虽然英国政府强调这风险拢有法度控制，不过民众反对声音依然是压袂落来。We are in a dangerous geopolitical moment. China is explicit about their desire for what they call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is site will accommodate hundreds more Chinese state employees. We know what that means. More interference, more influence operations, and more intimidations of people like me. 英国媒体指出，中国计划伫咧地下开真侪用途不明的独立房间，也互外界对这座中国驻英国超级大使馆，敢是私下咧做情报单位跨境施压，产生真侪疑问。公司新闻朱宏基、陈建光综合报道。继续倒来看，咱立法院南北党团呢，这2日是要来开总统弹劾案的审查会。也毋过，总统府呢是发函表示讲，其实立法院是无权通去直接来质询总统的，所以赖清德是确定袂去。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是真不满，也那民进党团是讲，这在野干那话要弹劾，煞毋敢推动倒阁，摕政治性命来搏。
那被立委出动大型道具，我差点卡伫机场门口，针对在野电影提出的总统单票案，立法院一开始连2天开审查会，原本是要说明罗总统伫个政治节发函予韩国瑜，强调以宪法机制，立法院无直接向总统问责职权，维护好宪政体制不要来。在赖清德统治之下，我们不只是国家民主的劣迹，更是整个制度崩坏的起点。当司法与大法官集体的违宪，中华民国宪法已经不复存在。在被单片前无来之下，该由中央地位发言提案人支持的国民党团总调卜君奇，控诉罗总统就近1年6个月到乌抗台湾40.5条，可以全面共同单票。民进党表示单票只是开始，一步会下向香港对行政部负素材违法修正案表达抗议。在台中市卢秀燕说，他的捷运南线本来地方补助款60亿。竟然赖清德把它砍掉，剩下1亿6千万。台北市也被砍了好几百万、好几千亿、好几百亿。这样的一个政府，不只是已经失能、失实，都已经是失德了。他们讲的就是你台积电表现得太好了，不可以来这边给我问话；你关税谈得好，不行，来这边给我问话。你今天呢？我要瘫痪你的财政，你竟然还敢反抗，过来给我问话，这是哪门子的民主啊？这就是他们现在提出来的弹劾理由啊！民进党团呼吁那边不如好好审复算，也即期在野干家提出单票函传加多政治生命，照宪政机制提出多个告由总统解散国会，高由上新并去用3票决定新国会。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再来看这立法院国民党团呢，是来提出公道法修正草案，即马已经直透二读啊。因是主张这宪法法定的裁判呢，有通透过公道来复决。也毋过学者是认为讲，根据这公道法的规定，宪法法定的裁判毋是会当摕来公道的对象。另外，这司法院呢是有制衡行政甲立法的权力，所以这份修正草案有影是明显违宪。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去年提出公道法修正草案，司法官又认为大法官的宪法判决关系到国家重要的国政，若是有争议，应当交予人民做决定。草案主张除了总统、副总统单一案以外，宪法法定裁判，通交予人民依法公道合决来推翻宪法裁判。这个手法引起外界争议。拜三立法院召开公听会，有学者指出，虽然创制合决是宪法予人民的参政权，不过根据公道法的规定，宪法法定的裁判不是会当摕来公道的对象。公道法嘛袂使抵触宪法。就创制复决的本质，它原则上是属于有限度的立法权，所以它除了必须根据公投法之外呢，公投法也有规定，创制复决不可以预算、租税、薪俸、人事这4种事项呢作为它的对象，而且最重要的，我们刚才提到。基本上呢，创制复决也不可以去违反宪法。也那前大法官黄庆下是表示，根据设置185号，宪法法定的判决都是宪法的违改，有拘束全国各机关甲人民的效力。另外，伊嘛指出，根据3权分立的原则，司法院是属监督机关，有制衡行政立法的责任。公道法的修正草案，若是要以公道来否定宪法裁判，嘛是明显违反宪政原则的。除非你透过修宪的程序，否则宪法法庭无论如何，它都是最后的机关。那么宪法法庭的判决，它的效力就是宪法的位阶的效力。没有任何一个机关，包括总统，没有任何一个机关可以透过任何的方式，那么除非他让这个宪法法庭自己变更他自己的见解，否则没有办法用其他方式来宣告宪法法庭判决无效。在公听会顶头，真侪专家学者甲大法官，拢呼吁各界应当坚守司法独立，也佮有3权分立的基础，人民也要遵守宪法的义务。希望修法立法拢着维护国家宪政秩序，避免民主制度失平衡。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
民众党团总调黄国昌拜的时阵呢，把这国防机密资料提走，引起真大的争议。民进党立委今仔日调这监视器画面，发现黄国昌呢，把这资料退出去的时间是有1分15秒，而且伫咧监视器的时间呢，已经停差不多42秒的时间，所以这支伊是有通好转翕遐的机密资料的。现在可以进去了吗？我是要再来了。追究民众党团总调黄国昌拜将国防机密资料提出委员会，民进党伫会之一起立法院检会队调相关监视画面，对原本申请复制影片，不过立法秘书长就原来甲他温存化，也引起立会不满。带走的机密不被重视，然后现在我们想要看这个监视器，却变成一个机密，非常的荒谬。民进党团书记长陈培如看画面了列出时间点，是黄国昌为离开委员会后发现查出资料搁转来，差不多1分15秒，而且黄国昌身躯的助理摕手机搁伫监视器时间停42秒，质疑黄国昌有充足时间翕国防机密资料，爱黄国昌讲清楚。42秒已经足以让你把手上的资料拍完，制造一个他只是假装忘记，所以带走的这个看起来像是低级错误的行为，但我要说他犯的是高级的国防外交机密泄露的可能性哦。民进党到今天还在炒作这个议题啊，就知道民进党就是一天到晚在搞政治斗争嘛。那调完录影带了以后，陈柏阳是不是要道歉？东西是不是我自己缴回去的？黄国昌强调，家己发现了后，马上就提回去，批评民进党在做政治斗争。另外，民进党团认为，即马提议技术规则内底对提出秘密文件缺少应对法则，会推动司法提案，也无排除向司法单位检举，或者是告发黄国昌。不过，黄国昌无认同。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的莺歌有一间私立的幼儿园传出那像是老师霸凌囡仔的案件，伊是要求囡仔把衫脱起来，伫咧全班面头前来切涂骹，互囡仔呢是惊到唔敢去学校上课。教育局表示，经过调查呢，确定就是不当对待，也那2个涉案人员即马嘛已经离职。新北市莺歌区一间私立幼儿园发生疑似霸凌事件，一个囡仔伫咧园内遭到不当对待，被要求脱衫伫咧全班面头前切涂骹，互囡仔出现严重的心理创伤。我到今天学校看画面的时候，我那时候很震惊，因为我的孩子就在全班的面前被老师要求脱裤子、脱内裤，他就裸着下半身，拿着他自己的衣物在地上擦水。面对这期，警方事后恶意欺瞒，用经过假过监视器画面，是要淡化事件。新北市教育局竟然也相信很好的讲法，调查过程甲结果造成家长二度伤害，实际打电话予幼儿园无人接听。教育局应该要在第一时间做到证据的保全，而且重点是原档，而不是园方提供什么样的画面、什么样的证据，教育局就接受。不应该只是被动式的调查，而应该要主动介入调查。从48秒的影片前后是被掐掉的。教育局并主动比对，发现园方提供翻拍监视器画面至局部放大影像，虽不影响不当对待认定事实，但已构成规避稽查重大违规，合并重罚幼儿园16万2千元，并公告列管，绝不宽待。新北教育局表示，经过查证，教保人员要求囡仔家己换衫、搁切涂骹，已经超过合理照顾甲管教范围，不当对待成立。2个涉案人员已经离职。民进党团也诉求包含影像保存期很久长、关键区吸收音、防学界机制建立自动备份、全国统一标准、精神与社会保护。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一间美容集团呢，伫新北市新庄的分店竟然传出消费的纠纷。这是一个民众伊去体检这哑铃的疗程，毋过煞指控这哑铃师傅呢手路实在有够歹，而且呢，互伊规身躯用甲拢无爽快。也那业者事后这处理的态度嘛无够积极，所以即马已经提起刑事诉讼。店头透早营业，倒来未少人客。2层楼店面为做头毛、做指甲、哑铃各项服务拢有。这间美容集团伫台湾超过300间分店，即马传出纠纷一名人客林小姐体验哑铃疗程，控诉哑铃师操作机器的手法真歹，互动甲真无爽快。做完了后，伫店内洗手面的时，突然欠酸素昏倒。先看到这个疤，我都想到那一天恐怖的遭遇，就是你真的得靠自己爬出美容室求救，然后留下一个永远不可能不见的疤，
那个对任何女人来说都是很重的伤害。为什么你们那么大的集团就不把我当成一个人这样在对待？两摆倒伫涂骹爬爬起来，弄出长长的伤痕，面当场破伤。林小姐质疑掠零师的手法无好，互伊拍伫掠零床伤久，才会欠酸素昏倒。倒伫点来迄段时间也无员工来协助，事后的处理态度更加消极。公司非常的有诚意，很诚恳的在处理这件事情，而且我们已经用最快的速度在做回应了哈。然后在这边不便做任何的说明，我们都已经委由公司律师处理。林小姐经过看病，医师甲伊讲，爱长期接受镭射治疗，才会当淡化伤痕。也毋过无法度消毒，向业者急其赔偿。也毋过好解破局，即马已经对业者提起刑事诉讼，无排除后手附带民事讨赔。出代志的分店伫新北市新庄，业者低调回应，真系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交予律师做后手的处理。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即马台湾的老大人呢是愈来愈多，过去因为这肺炎死亡的人当中呢，其实有90%拢是65岁以上的时大。即马为着要来保护时大人的健康，疾管署是对1月15开始来推出公费的肺炎链球菌预防射，而且英国呢是爱注2筒，即马只要注1筒就会使啊。时大将衫扣起来，互护理师注射。预防射会当保护健康，政府也鼓励65岁以上的时大爱注各种预防射来保护家己。疾管署也宣布，对今年1月15开始，提供65岁以上的时大含高风险族群，会当去注公费的肺炎链球菌预防射。疫苗推动协会表示，只要注1筒，就会当有完整的保护。像我们之前13价，因为它的范围还不够广，所以在成人我们会建议说，在后面再补一个23价，能够让它的涵盖范围更广。那现在因为20价已经够广了，所以就不需要再加一个23价，就只要打一剂20价就可以了。那这个疫苗它是很安全的，不会有这个全身的不良反应。65岁以上的时大，因为抵抗力较无好，恢复能力较差，所以患病着肺炎的风险就会增加。医生讲，老大人较会伫胃着流感，也是新冠了后，因为肺部受损着肺炎，而且老大人着肺炎的死亡率嘛较悬。那得到肺炎链球菌，它可以造成严重的肺炎，可以造成菌血症，那甚至可以造成脑膜炎。那这个它的致死率也很高，所以一旦疾病很严重，再来用抗生素，有时候也是缓不济急。那所以能够预防胜于治疗。医生表示，肺炎链球菌是上接看到的肺炎病毒。根据疾管署的资料显示，注预防射会当有75%的保护力，避免出现中重症，嘛会当降低感染了后并发重症和死亡的风险。呼吁65岁以上的时大，拢爱紧去注，开放公费注预防射，有个也有245万人受惠。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这过了过年就要到啊，真侪人大摒扫的时阵呢，买来整理这过期的药品。也毋过食药署是提示讲，其实一般药品呢，但苯色糖是会使。也毋过一寡下档啦，也是讲抗生素等等5类这种特殊的药品呢，是袂当凊彩蛋的，应该爱送去药局来回收，才免污染着环境。虽然过年啊，真侪人出来开始摒扫，也有人会甲出来已经过期啊，或者是食无完的药啊单掉。因讲药师提醒大家，若是针剂、抗肿瘤药啊、抗生素、荷尔蒙药啊，抑个管制片这5种特殊的药啊，就会送登去医疗机构或者是药房回收。一般的药啊，才能等一日苯锁桶。药水袂使倒马桶加水槽啊，就要先用涂刷、布刷加水吸打了，放入去塑胶袋啊等掉，才袂污染环境。饮药水的话，我们就建议直接丢弃。其他像是优点消毒药水的话，其实就是它比较大的罐装了，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建议把它放在夹链袋，然后加上吸水物质去做把它丢弃。抑个即卖人愈来愈注重养生，真侪人过年过节送礼时阵会送保健食品。食药署提醒慢性病患者，食药啊时阵爱注意交互作用，像要食胃肠药啊加抗生素，中午就要让2点钟，较袂影响抗生素吸收。共肺治药若甲红角产品做伙食，会增加肺稳机溶解症的风险。抗凝血剂袂使甲磷脂混型做伙食，因为磷脂跟银杏呢也会增加这个抗凝血的一个作用，所以2个抗凝血的一个作用加在一起的话，可能就会增加出血的风险。
因若今年过年连假有9天，市务署提醒长期食药的慢性病患者，千万袂使家己停止食药啊。若是慢性病的药啊，伫咧过年期间可能会无够食，自1月30日开始，会当提前回诊领药啊。也建议民众伫咧过年期间，唔通食伤济，唔通规暗拢无困，生活作息爱较规律，才当健康过好年。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大理的粪扫掩埋场呢，伫咧旧年底是来展开这废弃物分类的计划，预计要来处理8万吨的粪扫。也毋过，因为这分类内的废弃物呢是囤伫咧文山的焚化厂，和地方是真反对，所以作业干那执行10天就暂停啊。打包机和破碎机完全停工，已经散出的白色打包物放伫边啊。台中市大理区粪扫掩埋场，因为和地方质疑粪扫愈囤愈多，去年11月展开分选打包的计划，不过执行10天就暂停，民众感觉奇怪，希望市府紧处理。要就近的所在找一下有能运用的地方，设一个那个垃圾处理厂还是怎样，才会方便。选他们出来就是要他们要帮忙做事嘛。要不然就是要年底要选举了嘛，就拿选票出来看嘛，看哪一个比较好嘛。大理粪扫掩埋场目前囤大约40万吨的粪扫，市府编列1亿3000万的经费推动打包计划，预计让分台打包处理8万吨的粪扫。打包物规划放伫南屯区文山焚化场，不过因为当地民众抗议暂停作业，10天内总共处理2400吨的粪扫。散出1849粒打包物，民代批评市府执行力低，影响市井的信用。既然因为打包好了没有地方存放而停工，市府团队如果没有办法做全力的协调，我们之后还有2.7亿的厨余去化的预算，也都不可以相信了。那我们本局持续与地方人士来沟通，盼能取得共识之后，我们尽速恢复作业。台中市环保局表示，文山焚化场目前已经暂空1800粒打包物，因为南屯地方人士对打包物可能造成的环境问题有疑虑，将会继续沟通说明，达成共识了后，就会恢复作业。打包计划预计到2027年1月结束。公视新闻杨文峰、彭焕群台中报道。这台湾人饲猫仔还是狗仔的人呢是愈来愈侪啊，所以这宠物的食品嘛是同款百款。也毋过呢，高雄市动保处来抽检这市面900件的产品，所发现这当中有8件拢无合格。这当中违规上介侪，就是含这重金属，已经是罚到40万啊。这几年，饲动物盘的民众愈来愈侪，动物食品市场成长，毋过嘛是有风险。高雄市动保处针对市面上的国产、进口的动物饲手啊、罐头食品摕查检验111件，就有8件无合规定，计共开罚40万块，其中有6件是验出重金属，亲像是有盐的成分。动保处嘛已经要求业者落价回收。共抽验111件产品，部分产品不合规定，已依法办理。若查获宠物食品内含有有害物质，最高可处新台币25万元罚款。其实去年开始，农业部就针对动物食品做稽查，因为市面上品牌多，有一寡个人业者是伫社群媒体、网络电商平台咧卖。若是动物盘长期食着有掺重金属的食品，有可能会慢性中毒，甚至是急性中毒。动物盘会出现一寡症头，吐袂止，流袂止，这是同明显的。啊，食着这种重金属，伊也较慢性是会病的时，较慢性的时阵，就是讲伊量食无遐济，较慢的时阵会造成，比如说伊的精神啦，甲伊的毛草袂水啦，会烂毛啦。像某些可能兽医师推荐的，我基本上都是买没有添加的。对，像可能冻干或者是鸡肉原片的那个烘干呐。民众嘛表示，选择动物饲料已经较大的牌子，尤其是动物医生推荐的。也若动物医生是提醒民众，会使参考农业部公布的网站，选择较有保障。记者顾朝阳、余碧安高雄报道。这过年还未到，屏东潮州呢，就已经闹热滚滚啦。这2天啊是真侪民众去排队要来抢这潮州过年市集的档位。顶礼拜这黄金地段的特区就已经抢了啊。
民众排队摕报名表先登记，了后到边仔区纳钱，才算完成抽签的资格。屏东潮州上有名的过年市集，今年同款吸引足侪人排队登记。顶礼拜六第一区已经创下标金的纪录，对20到22是一般区的部分，拢总363个位，嘛是袂少点头来登记抢单位，预估人数有机会突破2000人。生意敢若袂歹安尼。是来洗几啊年啊，人是介济，卖衫卖凉的拢有啊，介济啊，我本身是咧卖油饭啊。春节来讲啊，5000块一天1000真的是很便宜，它真的是随便，只要认真做都赚得回来。是因为人潮是真的很可观，真的很可观。参加登记的店头拢讲，因为踅潮州过年市的人真正足侪，营业经验会等于趁几6天。陈公所表示，去年3天总共有1612个人登记，20头天就已经1182位啊。预估今仔日就有机会突破2000人，嘛是创下纪录。会有遮尔侪人登记，表示潮州过年市的生意确实袂歹。毋是潮州区的，外籍的已经将近要1000人啊，会收据。啊，潮州本籍的超500，所以目前甲看起来应该是今仔日就会破2000个人。啊，明仔载还有第3天的登记，就是咱的疫情了上界热的一年啦，上界热的一年，包括阮的特区阮的竞标的，阮的用开标的嘛创下5个新冠纪录今年潮州过年市啊，会对29暝排到正月初5透早，连续营业120点钟。清水南路、华兴路到时拢会改做步道。潮州镇公所讲，今年排单的费用有做调整，5天的租金对4500起到5000块，欢迎民众到时来做伙斗闹热。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科技民主甲社会研究中心是来发表一份报告，发现讲，在全球呢 AI 软体其实这当中有22个是对中国来的，而且这份报告也发现讲，在中国即马当咧利用 AI 来收集海外用户的个人资料。去年12月份，台湾封锁小红书1年，原因是因为小红书的诈骗未少，也无做好治安甲各自的保护。有学者认为，这也显示中国的数位服务对民主社会一定带来挑战。科技民主甲社会研究中心拜三发表一份报告，报告指出，小红书的治安记录恐惊毋是个案，北京所谓威权已经慢慢进入台湾的情报环境，致使台湾的民主运作出现风险。全球50大的这种人工智慧的，就是生成式 AI 的这个应用服务中，已经有接近半数是来自中国他们出海的这个产品。研究中心也发现，这寡中国生成的 AI， 包括豆包、DeepSeek、百度等等，有3种送去中国的管道。第一就是把海外用户各自留伫咧中国境内；第二就是企业内部的资料分享；第三是照中国的法律，企业爱配合中国政府，会当调个人的资料。针对这个风险，司法部也发现，也提出对策。亲像目前台湾公务用的资讯产品，全面禁止使用中国的牌子，就连下载中国相关的资料拢袂使。那我们政府锁定范围是资通讯产品，包含软体、硬体跟服务这3大类哦。那常见的服务就是类似说我们连到大陆去存取一些电子书哦，或者是有一些服务哦。司法部指出，现在中国是利用 AI 服务拓展中国威权的版图。就连美国治安威胁情报公司也发现，中国正在利用人工智慧来掌握台湾社会无同的意见，还有社会公众意见。司法部强调，为了要避免中国所谓入侵，政府未来会继续收集国际做法，透过修改法律来面对中国的 AI 风险。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若是台湾，这日本人呢嘛真爱来夹红啊！伫咧东京有一间4层楼悬的大型游乐场，其中有2层楼拢是夹红啊机。若是到下课时间，日本东京地底这间大型游乐场就真侪学生会来，因拢是要来耍这个夹红机的。取れるかどうかハラハラするところも楽しいですし、もしかしたらそういうぬいぐるみを1回とか2回で取れたらラッキーなので、取れ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ってやっちゃいます。小学生ぐらいの時にお父さんが私が欲しいのを取れるまで頑張ってくれて、その結果5000円ぐらいかかっちゃったことですかね。日本的游乐场上最是伫1989年，根据日本游乐产业协会调查，当时日本大约22000间的游乐场，传统的游戏机台正面临挑战。不过，夹红仔机已经开始流行啊，并且正做支持这个游乐产业重要力量。加夹红仔的营收占的比率，伫1993年的20%，大幅冲关到60%以上。就连这个外国游客也来体验，先看卖。
You feel really euphoric. Yeah, I think euphoric is the correct word because you win a thing for such cheap money. Yeah. It's quite a good feeling. En arrivant dans les années fin 80-90, le vrai succès de Sega, mais pas uniquement, d'y incorporer des peluches. Et ça, c'est vraiment, on va dire, une révolution dans le type de lot qui sont disponibles dans ces machines. 日本电子游戏公司Sega的高阶主管讲，这个游戏简单，只要山顶当这机械鸟啊，甲物件落条咧，这两个步骤，所以这真经受到少年人、囡仔甲老人的喜爱。公视新闻心录配编译。下晡晡的天气，咱甲时间交互糖啊。今仔日甲明仔载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中部以北、东北部阁有东部天气会较寒，其他的所在早暗嘛会较冷，一时的天气是偏凉。以上就是这个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